环视溜。呀比，大家好，是我徐伟老师来讲客家话喽。我每天最喜欢来这个公园散步，怎么说呢？爱打你就是每天，亲爱亲就是最，爱就是很爱的那个爱，亲爱就是最喜欢来呀公园。公园就是公园，散步就是散步。再来一次哦，爱打你，亲爱来呀公园散步。真的哦，可是那么热诶，有没有地方乘凉啊？安热就是好热哦，有 visa 坐等了了嘛？有就是有没有啦？有 visa 就是位置场所，有 visa 坐等就是坐着，了就是乘凉凉爽一下下，安热。有 visa 坐得了吗？他说哦有啊，黑公懒死行，黑公就是如果说懒死行，懒死就是懒惰，如果你懒惰行就是走的意思，黑公懒死行，给出来去，那就去哪里呢？体内度坐一下就是坐一下休息一下的意思。哎呀，今天请到大美人何丽玲小姐讲客家话，来带你走顺青好来呀公园散步哦。安尼有位所坐等了了冇？哦有啊，迄个蓝丝行，你就落去坐一下啊。好啊，耶！安子 say 哦，张来了，拜拜。